Hello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翻到嚟平超城，我係添啊。嗱，早前咧喺華富邨發生咗一宗命案，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噶啦。咁喺案中咧，兩名互不相識嘅女子，只係因為咧喺巴士上面發生咗碰撞糾紛啦，其中一個人就情緒失控，最終動武，甚至乎咧係壓住咧對方嘅腹部同埋頸部係幾分鐘咁耐，導致到對方死亡，最後咧係被判呢個謀殺罪嘅。一件本來係一件好少嘅摩擦嘅事情，點解會最終演變成為奪命嘅悲劇呢？嗱，我唔係幫任何人啦去開脱啦，但我想講啊，喺而家香港嘅一個咁高壓嘅環境之下，譬如話2.1人爭一份工啦，生活越嚟越冇保障啦，社會氣氛壓抑等等等等，因為呢幾樣嘅原因啦，導致到人嘅情緒咧係長期處於呢個臨界點。的確係容易會出事嘅，不過咧呢種事情咧絕對唔係香港限定，好似日本咁樣啦。好多人咧都覺得日本治安好，日本人有禮貌，日本係一個文明社會，但其實咧日本啊都係同樣充滿壓力同埋壓抑嘅。話說近年咧，日本出現咗一個詞叫撞人男。即係話咧，有啲男人咧會係因為長期嘅工作壓力啊，會喺街上刻意咧用膊頭撞女性啦，或者係老人家嚟發泄自己嘅情緒嘅。就好似喺2024年到2025年間咧，喺神奈川縣橫濱市，一名64歲嘅無業男子喺斑馬線故意咁樣用膊頭猛烈咧去撞向一名咧小學2年級嘅女童，導致到對方跌倒受傷，最後被警方咧以呢個傷害罪被捕嘅。喺2020年嘅4月3號，喺橫濱 JR 關內站，一名56歲嘅公司職員啊，因為肩膀碰撞，與一名68歲嘅男子咧發生咗爭執，最後咧竟然將對方啊係推落樓梯度，導致到對方咧脾臟破裂，送院之後咧冇幾耐咧就係不治嘅。被告其後咧係被控傷害致死罪嘅。喺2024年嘅1月6號，喺東京嘅 JR 品川站啦。一名39歲嘅男子突然咧將一名60多歲嘅婦人咧推落路軌，幸好啦有人即時制服並按下呢個緊急掣，呢名老婦人咧並無生命嘅危險。當個疑犯最後被拘捕嘅時候咧，佢向警方供稱自己咧係因為對生活感到絕望啊，希望入獄咧嚟度過餘生嘅。咁以上呢啲事情說明咗啲乜嘢呢？其實唔係話邊個地方特別好特別差，而係整個時代咧都係充滿住焦慮啦。香港有，日本有，其實世界各地都會有。當一個人咧長期活喺一個不安啦、無力感啦、怨氣無從宣泄嘅環境之下咧，情緒就會慢慢失控噶啦。有啲人係會選擇忍，有啲人係會選擇爆出嚟。但個問題係，當你爆出嚟之後咧，代價往往就係無法挽回，就係好似我開頭講嗰個女人咁樣，而家被判咗謀殺罪，我諗點樣都補救唔到噶啦。所以我反而覺得我哋咧係要接受一個現實，就係呢個世界係唔會變得理想，亦都唔會係公平噶啦。既然呢個大環境我哋控制唔到嘅話，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到嘅就係我哋自己。正所謂，與其爭一口氣，我哋不如學識去找個樂子啊！正所謂找樂子，就係自己揾一個方法去令到自己快樂。其實啦，所謂快樂啦，唔一定要係好大件事先至可以快樂，唔一定係話要去一個10日9夜嘅大旅行啊，要揾到好多錢啊，買好多名牌啊，咁先至係快樂嘅。其實少少嘅嘢咧，少少嘅事情咧，已經係好快樂噶啦。甚至乎咧，快樂呢一樣嘢咧，係可以累積起嚟嘅。譬如咁樣，我想聽日自己整個早餐俾自己食。我今晚食完晚飯之後咧，我就去超級市場買個麵包、買雞蛋、火腿、生菜，再買啲咖啡粉。然後第二朝早特登早少少起身，早1個半鐘頭起身都好啦。然後慢慢沖杯咖啡，細心整一份靚靚嘅三文治。其實出面咧一個三文治嘅早餐啊，點都賣50-60蚊啦。但係你可能咧
只係用大約100蚊左右咧去買個材料，其實都唔使添啊！你好平咧就可以咧係整到一份啦，一模一樣嘅，而且仲係幾分一價錢添，可能1/5都可以咯喎。重點其實都唔係話慳咗幾多錢啊，而係你能夠係用自己嘅雙手去為自己準備咗一個生活。當你慢慢坐低慢慢食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快樂係可以好簡單就得㗎啦。當你揾到一個簡單嘅快樂之後，再去揾其他方法去累積，然後好似水咁樣積少成多，聚沙成塔，咁就會得到一個好快嘅快樂㗎啦。外面嘅世界，我哋未必可以改變到。有人踩到嚟，你係會嬲嘅，但係嬲完之後，你仲可以選擇你點樣去過你自己嘅生活。我哋唔需要係用別人嘅生命或者健康去換取一時間嘅發泄、一時間嘅贏。一步一步，我哋可以從自己可以掌握嘅小事情開始，我哋去慢慢去累積，至少你唔會成為下一個失控嘅人。正所謂打輸住院，打贏坐監啊！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有啲啟發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咯。好，今集平超盛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係咁先，拜拜。